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五个也有一项的，这个意思是天生五才，必有所用。每一个人出世拢有无同款的使命，尽量发挥咱本身的优点，实现理想，也是为正人服务，造福社会，就当展现生命意义。也就是讲，无论是巧还是戆，拢会使发挥伊存在价值。毋是聪明巧的人，就比较较有存在价值。像真侪心理障碍囡仔，虽然智能发展有较慢，学功夫需要较久的时间，也毋过因学习的态度真认真。老师安怎教，因就安怎做。做饼拢是照起工，泡咖啡嘛是共款。逐块饼、逐杯咖啡，拢会使感受到因的用心。在咱的日常生活中，若拄到心智发展较慢的囡仔，我望大家会当多多支持甲关怀。今日讲的俗语是“戆的也有一项会”。